中国竟然在沙漠中埋下了多达500万吨的土豆。当人们最初听闻这个消息时，大多数人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在常规认知里，沙漠是一片荒芜至极、寸草难生的地方，用鸟不拉屎来形容它再恰当不过了。然而如今，这些埋在沙漠里的土豆却呈现出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这一幕甚至让欧美28个国家的人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一时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就将详细为大家解读这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此，我们诚挚欢迎各位观看本期节目。不过，在大家开始观看之前，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大家能够动动手指，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期节目所呈现的精彩内容。毕竟，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有更多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当我们提到沙漠时，相信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所浮现出的画面是一片荒芜、毫无生机的景象，在那里似乎很难寻觅到生命的迹象，更难以想象沙漠上能够长满土豆或其他各种蔬菜的场景。但这并非是白日梦，而是被中国的科学家们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具体来说，是在中国的毛乌素沙地以及库布齐沙漠这两个地方成功种植出了数量高达500多万吨的土豆。此时，可能很多朋友心中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沙漠这样特殊的环境，究竟是如何实现土豆自由的呢？而且，在沙漠里种出来的土豆，口感会是怎样的呢？好不好吃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东部，从北方肥沃的黑土地，到南方有着鱼米之乡美誉的地区，有着众多的良田。而如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处于内陆深处的沙漠地区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土豆种植的培育基地。土豆是茄科节属的草本植物，它本身具有比较特殊的生长习性，相对来说适合在干燥的地区生长。通常情况下，土豆需要种植在沙质土壤中，而且即便土壤环境发生一些变化，凭借其自身强大的适应性，它依然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毛乌素沙地收获500万吨土豆的新闻被报道，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土豆这种农作物竟然能够征服沙漠这样恶劣的环境。不过，在人们改造沙漠之前，沙漠环境是否适合种植土豆呢？我们来具体看看毛乌素沙地的情况。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内蒙古以及宁夏3个地方，它也是中国的4大沙地之一。从气候条件来看，毛乌素沙地的年降水量非常少，仅仅为250减40毫升，而且雨季一般集中在夏季，其他季节基本少雨甚至低雨不下。可以说，这样恶劣的环境，从常理来讲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植物，土豆也不例外。然而，如今在这片沙漠里，土豆不仅成功种植，产量还非常可观，超过了1万吨。这不仅仅是收获了土豆，更重要的是，它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个好消息：这片曾经荒芜的沙漠，如今已不再是破坏环境的巨兽，而是经过大家的努力，变成了人们眼中的后花园。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为毛乌素沙地的沙化以及风化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当时决定在引红漫堤以及建造防风林带这2个方面下大力。在陕西地区引红漫堤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当河道有发洪水的倾向时，当地人们就会将水引向田地，让水浸灌淤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证河道里的水不会影响周边人家的居住安全，另一方面拦截下来的泥沙能够增加土地的地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如今已形成了河红漫壁、山红漫地以及陆红漫地3种不同的形式。如今，陕西人民巧妙地将这一宝贵经验应用到毛乌素沙地的治理中，通过引红的方式，为沙漠土壤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使得这片原本荒芜的地区有了种植植物的可能性。之后，为了更好地固土，防止水分和营养物质流失，人们开始种植防风林带。相关数据显示，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地，将近一半的面积在榆林市附近。而如今，当地的沙地治理率已达到将近94%，这意味着沙漠的沙化以及风化问题已经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治理。目前这片曾经风沙肆虐的沙漠地区，不仅风沙不再像以往那样肆虐，土地的肥力也有所回升。既然已经取得了这样好的成果，
那么下一步自然要考虑如何让这片沙漠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豆有了最大的发挥空间。土豆作为一种能够很好的适应沙土环境且比较容易成活的农作物，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片沙漠实验田的第一位来宾。要知道，无论是非洲的撒哈拉沙漠，还是中东地区因气候原因形成的大量沙漠沙地，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所研发的新技术的潜在实践场地。如果这些新科技能够走出国门，应用到更多的沙漠地区，中国也将从中受益无穷。所以说，沙漠土豆所蕴含的意义，绝非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农产品那么简单。大家想一想，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翱翔，在海底畅快的呼吸，以及在沙漠里成功种植土豆，这几件事其实很难说清楚哪一件更加困难。不过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中国最终还是成功的在沙漠里种出了土豆。毛乌素沙地能够治理成功，离不开陕西人民展现出的伟大智慧。说完毛乌素沙地，我们再来看看库布齐沙漠的情况。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的第7大沙漠，总面积高达 1.39万平方公里。在这片沙漠中，流质沙所占的比例相当高，甚至占到了全部沙土的60%有余。而且这里的强风天气十分频繁，每年出现大风的天数超过20天，流沙多、雨水少、大风频繁等因素，成为了人们治理库布齐沙漠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阻碍。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引黄河水入沙。不过这与陕西地区治理毛乌素沙地时所采用的引洪漫地的方式不同。库布齐沙漠距离黄河不到5公里，从地理位置上看，更适合进行引水入沙这项工程。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虽然引水工程操作上并不难，但沙地本身的特性导致它根本留不住水，这该怎么办呢？有一些村民不满足于只种植单一的作物，于是尝试在土豆田里引入多样化的蔬菜种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原本荒芜的沙地变得日渐盎然，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充满生机的生态绿园。看到这片变得丰饶的土地，网友们纷纷在网上留言，大家都觉得这才是应该追求的美好生活。为了让这片土地更好地留住水，让农作物更好地生长，当地的科研人员专门研发出了土壤改良剂，并且在沙地中混合了砒砂盐。通过这样双管齐下的方式，当流水经过这片土地时，就能够在土地上形成水坑，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流散殆尽。到了这一步，流沙多、雨水少的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解决。但还有一个难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强风的问题依然需要面对。此时土豆又有了出场的绝佳机会。其实在正式大面积种植土豆之前，科研人员就已经在这片沙地上种植过甘草等植物。这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形成了生物氮肥，为土地增加了不少肥。在这样的基础上，土地肥力增强了，水源也相对充足了，这就为土豆入主库布齐沙漠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种植土豆不仅可以让沙漠地区的土壤得到合理利用，还能够让黄河水中的营养物质得到充分吸收，并且借此最终实现固沙的目的。而且沙漠土豆除了具备重要的环境价值之外，它本身还具有独特的品质，凭借这些独特品质，它还能够为邻近的人们增加收入。说起沙地治理，中国提出的方案分为3步：防沙、治沙、护沙、用沙，以及建立可循环的生态模式，从而激发沙地自身的活力。在防沙方面，毛乌素沙地的问题已经通过科研人员的积极介入，以及引洪漫地这个特色方案得到了解决。而在护沙这一环节，中国通过种植土豆等植物的方式，让原本棘手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如今到了第3步，为了让沙地能够形成具有活力的生态循环，中国是怎么做的呢？相关数据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毛乌素沙区的服务年价值就已经达到了将近900亿元。而截至2015年，这一数据居然又翻了2倍有余。总的来说，通过在沙地种植土豆，中国在让固沙方案不断顺利进行的同时，也为人们引入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概念。如今，只要邻近的居民愿意参与到沙地治理、种植土豆等作物，就可以获得每亩100元的补贴。而且，如果栽种成功，所收获的成品还可以按照170元左右每吨的价格售卖给当地的颗粒厂。通过这样的植物栽种方式，
家家户户平均每年的收入至少能够增加5000元以上，甚至有些家庭收入增加的更多，能达到8000元左右。除了这些新的经济作物能够增加人们的收入之外，当初种下的这些土豆其实并不仅仅具有环境价值。大家都知道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瓜果格外香甜，原因是当地昼夜温差极大，日照时间也比较长，而毛乌素沙区最不缺的就是昼夜温差以及日照强度，这也算是沙地为数不多的优点了。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栽种土豆，这里所收获的土豆成品比其他地区的土豆更加美味。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下，土豆进行光合作用的效率会提高，在土豆内部能够形成更多的养分，而这些养分最终会转化为淀粉。大家都知道，淀粉进入口中后会让人品尝到香甜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吃馒头会吃出甜味的原因。所以沙漠土豆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土豆，这种在其他地区随处可见的农作物，在沙漠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成为了绿色环境的缔造者，也成为了当地居民的摇钱树。对于外界投来的关注目光，当地的村民们既感到无比自豪，又深深觉得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他们心里清楚，只有保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才能让这片土地继续回馈大家，保持繁荣昌盛的景象。每当有远方的人们踏上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时，热情好客的村民们总会热情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这片沙漠的故事。这片沙漠的故事如同潺潺流淌的溪流，一直在不断延续。毛乌素沙地的这种转变，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此刻村庄里的每一条小路，仿佛都有了生命，似乎都在默默地诉说着生命的顽强与美好。而不远处那青山绿水的景象，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每次大家聚在一起时，村民们都会围坐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分享各自的生活点滴。大家一起回顾往昔的岁月，无论是曾经充满困难的时刻，还是风调雨顺的美好日子，大家那爽朗的笑声都成为了彼此相互支撑、相互鼓励的强大动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友谊也在这片土地上变得愈发深厚、愈发饱满。每当看到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耘的身影时，人们的心中都会不由自主地充满感动。这份感动所蕴含的力量是一种传承，更是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信仰和激励。这治沙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深处不断延续，生生不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在用自己看似微薄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这片迷人又充满希望的土地。在这片神奇的沙漠土地上，土豆所带来的改变还在持续发酵，衍生出了更多有意思的故事和值得期待的发展。随着沙漠土豆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这片土地上独特的农业生态。一些农业科研团队纷纷慕名而来，他们带着最新的农业科技设备和研究思路，想要进一步挖掘沙漠土豆的潜力。例如，有团队尝试运用智能灌溉系统，根据沙漠土壤的湿度、土豆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水量等数据，精准地为土豆输送水分，让每一滴水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这种精细化的灌溉方式不仅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还让土豆的产量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稳步提升。一颗颗土豆在沙地里长得愈发饱满壮实，仿佛在诉说着科技与自然结合所创造出的奇妙成果。而且围绕着沙漠土豆，当地还兴起了别具一格的土豆文化节。每到节日来临之时，整个村庄乃至周边地区都热闹非凡。村民们会把自家收获的最大、最优质的土豆精心挑选出来，摆放在一起进行土豆选美大赛。大家围坐在一起，评头论足，欢声笑语回荡在村子里。还有土豆烹饪大赛，各路厨艺高手各显神通，用沙漠土豆制作出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有外酥里嫩的炸土豆条，醇厚香浓的土豆炖牛肉。这些美食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品尝，也让沙漠土豆的名声越传越远。不少外地的美食爱好者甚至会专门为了这一口独特的土豆佳肴，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当地的孩子们也深受沙漠土豆的影响，学校里开设了专门的沙漠农业科普课程，老师们带着孩子们走进土豆田，实地讲解土豆的生长习性、沙漠种植的独特之处，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生态意义。
孩子们亲手抚摸着土豆的枝叶，好奇地观察着土豆在沙地里的生长状态。他们眼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不少孩子立志长大后要成为农业科学家，继续守护这片神奇的土地，让沙漠里能绽放出更多的绿色奇迹。为了更好地推广沙漠土豆以及这片沙地的生态旅游，当地政府和村民们齐心协力打造了一条条独具特色的土豆观光路线。游客们沿着路线漫步，既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土豆田，在阳光下闪耀着绿色的光芒，又能参观到现代化的土豆种植基地，了解土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沿途还设置了许多休息驿站，驿站里摆放着各种土豆制品和纪念品，供游客们选购留念。而在观光路线的终点是一片美丽的沙漠绿洲景观，清澈的小湖泊，摇曳的芦苇丛与周边的土豆田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让游客们流连忘返，纷纷用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不仅如此，沙漠土豆的成功种植还吸引了国际上众多环保组织和农业专家的关注。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交流学习，希望能把中国沙漠治理和土豆种植的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来自欧洲的农业代表团在实地考察完后，由衷地赞叹道：“这片沙漠的转变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中国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只要有决心和智慧，沙漠也能变成充满希望的田野。”而后，国际间围绕沙漠农业的合作项目也逐渐增多。中国的沙漠土豆种植技术开始在其他有着相似环境的国家落地生根，让更多的沙漠地区有了改变生态、发展农业的可能，也让世界看到了沙漠中蕴藏的无限潜力。在这片土地上，沙漠土豆已然成为了一个纽带。它连接着过去的荒芜与现在的繁荣，也连接着当地人和外界的交流与合作，更连接着对未来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生态更加美好的无限憧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沙漠土豆的故事还会不断续写下去，创造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精彩篇章。随着沙漠土豆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持续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积极主动的与中国开展深层次的合作交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去探索沙漠农业发展所蕴含的全新模式。众多的国际科研机构纷纷联合中国的科研团队，携手共同设立了专门的专项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将重点聚焦于怎样进一步去优化沙漠土豆种植过程中的各个具体环节，目的就是要让沙漠土豆能够更好地适应更多不同类型的沙漠环境。与此同时，还期望实现沙漠土豆产量进一步提高以及品质更加优良的目标。就拿沙漠中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高这一问题来说吧，科研人员们为了解决它，可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通过反反复复的进行试验，最终成功研发出了一种全新类型的土壤改良生物菌剂。这种生物菌剂具备非常突出的功能，它能够极为有效地对土壤中的盐分进行分解，从而起到调节土壤酸碱度的作用，并且呢，它还可以为土豆的生长额外提供诸多有益的微量元素。有了这样的保障，土豆即便种植在原本那种条件恶劣的盐碱地里，也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在实际的种植应用过程当中，那些经过使用这种生物菌剂处理过的盐碱地所种植出来的土豆，呈现出了十分喜人的状态。它们不仅每一个的个头都长得均匀饱满，而且像淀粉含量等这些关键的土豆，相较于在普通环境下种植出来的土豆，如此一来便为沙漠土豆产业开拓出了崭新的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同一时间，以沙漠土豆作为核心所发展起来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也在当地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日益兴盛的景象。有不少大型的食品加工企业，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沙漠土豆所具备的独特品质，以及其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商机，于是纷纷选择在当地进行投资建厂。这些企业把收获而来的土豆进行各种各样的加工处理，加工出来的产品也是多种多样、十分丰富的。除了大家比较常见的薯片、薯条以及土豆淀粉等这些常规产品之外，还创新性地研发出了独具沙漠特色的土豆养生饮品、土豆膳食纤维饼干等一系列新颖独特的产品。这些经过深加工之后的产品，凭借着自身所具有的绿色、健康以及独特风味等诸多显著特点，迅速地在国内外市场上打开了销路，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而这一情况带来的影响可不止于此，它不仅使得沙漠土豆自身所蕴含的附加值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而且还带动了周边地区与之相关的物流、包装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创造出了数量众多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村民无需远离家乡，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进而增加收入，切实改善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水平。从文化传播这个角度来看，以沙漠土豆作为主题的纪录片、书籍等各类文化作品，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接二连三的大量涌现了出来。这些文化作品从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出发，非常详细地记录下了沙漠土豆从原本一无所有的状态，一步步发展到如今成为绿色希望的整个漫长且充满艰辛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部名字叫做《沙漠中的土豆奇迹》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在国际上一经播出，立刻就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让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能够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在沙漠治理与农业发展相互融合这件事情上所展现出来的非凡智慧以及强大力量。而且这部纪录片还被翻译成了多种多样的语言版本，走进了许多国家的学校课堂之中，成为了极为生动鲜活的生态教育素材，很好地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两个重要的方面。为了能够更加妥善有效地应对沙漠土豆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当地的政府部门积极主动地与专业的气象部门以及农业科技部门展开合作，共同建立起了一套完善周全的沙漠农业灾害预警及应对系统。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借助了诸多先进的技术手段，像是先进的卫星遥感技术、精准的气象监测设备以及功能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等等。也正是凭借着这些，它在整个沙漠土豆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具备强大的预测能力，能够提前并且精准地对诸如沙尘暴、干旱、极端气温等各种各样可能会对土豆生长产生影响的灾害天气进行预测。打个比方来说吧，一旦通过卫星遥感技术以及气象监测设备捕捉到了与之相关的各类数据信息，而后经过大数据分析平台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判断，要是发现即将有沙尘暴来袭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就会迅速且及时地向种植户推送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以及应对建议，比如说提醒种植户要提前去加固防风沙的相关设施，就像给土豆田覆盖上合适的防护材料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土豆田进行妥善的保护，尽可能避免土豆田遭受沙尘暴的破坏。而要是遇到了干旱预警的情况呢，系统同样也会依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来指导种植户合理的调配水资源，优先保障那些正处于关键生长阶段的土豆的用水需求，从而避免土豆因为缺水而对其生长以及最终的产量产生不良影响。通过这样一种全方位细致入微的方式，极大幅度地降低了自然灾害给沙漠土豆产业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强有力地保障了这一产业能够稳定持续地不断发展下去。在生态旅游方面，除了之前已经打造好的土豆观光路线之外，当地又进一步花费心思去开发了许多与之相配套的体验项目。现在游客们来到这里之后，可不再仅仅局限于只是进行简单的观光游览了，他们还能够亲自参与到土豆的种植以及收获等一系列过程当中。就拿专门为亲子家庭所精心设计的沙漠土豆科普亲子游项目来说吧，在这个项目里，孩子们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之下，跟着专业的农业导师去认真学习如何辨别土豆的不同品种，怎样才是正确的种植土豆的方法，以及如何对土豆进行养护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在整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孩子们能够收获到满满的农业科普知识。而这种将教育娱乐巧妙融合在一起的方式，深受广大游客们的喜爱和欢迎。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旅游项目在持续不断地丰富和拓展，使得每年来到这里旅游的人数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良好态势，进一步提升了当地在外界的知名度以及影响力，让这片曾经几乎无人问津、冷冷清清的沙漠地区成功地实现了华丽蜕变，变成了如今备受人们瞩目的旅游胜地。
而在教育领域依托沙漠土豆产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丰富且宝贵的实践经验，当地联合了多所高校以及职业院校，大家共同来开设与沙漠农业相关的专业课程以及实践教学这些专业课程所涵盖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含了像沙漠生态学、沙漠农业种植技术、农产品加工与营销等多个不同的方面。之所以要开设这样全面的课程，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给社会培养出一批既有着扎实深厚的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沙漠农业专业人才。学生们在实践教学基地当中可以亲身去体验，从沙漠土壤改良开始到土豆的种植，对土豆种植过程中的管理，再到最后的收获以及加工等一整个完整的产业链流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他们所学的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样科学合理的培养模式之下，有不少毕业生在毕业之后，出于对家乡的那份深厚热爱之情，再加上看好这一产业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选择回到家乡，积极投身到沙漠土豆产业的发展当中，成为了推动这一产业持续不断进步的一股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随着沙漠土豆产业一步一步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看到了家乡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于是纷纷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全身心地投身于沙漠土豆相关的事业当中。这些年轻人身上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从外面的世界带回了许多新颖的观念以及先进的技术，并且能够和老一辈的种植户们展开积极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大家彼此之间取长补短，就这样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且有力的发展合力。其中有一部分年轻人充分且巧妙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网络知识，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开设了专门用来售卖沙漠土豆及其加工产品的店铺，通过这种方式，将沙漠土豆及其加工产品直接推向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广阔。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购买，他们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会精心地去拍摄产品图片，还会用心制作出生动有趣、极具吸引力的宣传视频。在这些视频以及图片的介绍内容里，更是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沙漠土豆的种植过程，其所具备的独特品质以及包含的营养价值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采用这样的网络营销方式，沙漠土豆的销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样一来，不仅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品尝到这种别具风味的美味土豆，而且也让沙漠地区的农民们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入，实实在在地改善了他们原本的生活状况，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当地还专门成立了沙漠土豆产业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组成可以说是十分多元化的，其中包含了种植大户、加工企业代表、科研人员等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协会在整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会定期组织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活动以及经验交流活动。大家在这些活动当中可以分享最新的种植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共同针对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协会还会积极主动地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努力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资金扶持。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沙漠土豆产业的发展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助力这一产业能够更加顺利地不断发展壮大。在沙漠土豆种植基地，一种新型的别具一格的农业观光模式正在悄悄地兴起。游客们来到这里之后，不仅可以去参观土豆田以及加工车间，从而深入地了解土豆从田间生长一直到加工成为成品的整个完整过程，而且还能够入住当地那些独具特色的民宿。这些民宿在设计方面可是独具匠心的，它们充分地融入了沙漠元素以及土豆文化。当游客走进房间里面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摆放着的用土豆制作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墙上还挂着展现沙漠土豆种植过程的照片，整个房间处处都彰显着独特的韵味和风情。游客们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用沙漠土豆制作出来的美味佳肴，并且还能够亲身参与到土豆种植、采摘等有趣的活动当中，实实在在的亲身感受劳动所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时的那份喜悦之情，让游客们在这里能够拥有一段既难忘又独特的旅行体验。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沙漠土豆的品牌形象，当地政府还专门注册了沙漠金豆
等商标，运用这些商标来对沙漠土豆进行统一的包装和标识。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包装上面清晰明了地印有沙漠土豆的产地、自身所具备的特点以及种植过程等诸多详细的信息。整个包装看上去既美观大方，又具有很强的宣传性。这样一来，就使得沙漠土豆一下子和其他普通土豆区分开来，变得与众不同了。如此包装精美的沙漠土豆，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们馈赠亲友的上佳之选，在市场上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广泛欢迎，进一步提高了沙漠土豆的知名度以及美誉度。除此之外，沙漠土豆的成功种植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一些邻近的村庄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良好发展机遇，也开始纷纷效仿种植沙漠土豆或者围绕着土豆去发展与之相关的配套产业，比如说土豆种子培、化肥、农药销售、农业机械租赁等等诸多产业。就这样，整个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沙漠土豆作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在这个产业集群当中，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让这片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景象。在科研方面，中国的科研团队并没有因为已经取得了现有的成果就感到满足，也没有就此停滞不前，他们依旧保持着积极探索、不断钻研的可贵精神，继续深入地去研究沙漠土豆的生长特性以及其生态适应性，坚持不懈地不断尝试去探索新的种植技术以及管理模式。例如，他们正在大胆勇敢地尝试利用无人机来进行土豆田的病虫害监测以及施肥作业，通过运用精准农业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土豆田的实际情况，进而进一步提高土豆的产量以及品质。同时，他们还在用心地研究如何将沙漠土豆与其他农作物进行合理的轮作或者套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且让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变得更加稳定，为沙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展望未来，随着科学技术持续不断的进步，再加上人们对沙漠农业的认识也在日益加深，沙漠土豆有望在更多的沙漠地区得到推广种植，从而为全球的沙漠治理以及粮食安全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片曾经荒芜贫瘠的沙漠，也将在沙漠土豆的有力带动之下，继续书写着属于它的绿色传奇故事，成为人们心中所向往的生态家园以及农业发展的优秀典范。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关注呀！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呢。